阳光倾洒在美丽的森林之中，绿草如茵，花朵竞相绽放。小狐狸在森林里欢快地蹦蹦跳跳，肆意奔跑。跑着跑着，小狐狸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许多蘑菇，它顿时眼睛发亮。于是小狐狸开开心心地采起了蘑菇。就在此时，一只大灰狼突然张牙舞爪地出现了。小狐狸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它迅速反应过来，把蘑菇扔向了大灰狼。大灰狼被蘑菇砸中，愤怒地咆哮起来。小狐狸见状转身就跑，边跑边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。忽然他看到了一个树洞，便急忙钻了进去。大灰狼追了过来，在四周不停地张望。小狐狸在树洞里紧张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。不知不觉天黑了，大灰狼无奈地离开了。小狐狸小心翼翼地从树洞里钻出来，开开心心地朝着家的方向跑去。